再来看联合国气候峰会，明仔载会伫杜拜举行。这届峰会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办的，要来公布全球头一届的大盘点来了解目前减慢地球暖化的进度。也毋过伫开幕进前传出国阿拉伯是用主办国的身份伫卖油做生意。第28届联合国气候峰会30将会伫杜拜举行，全世界总共有200个国家的领袖，超过7万人参加这场要甲2礼拜会议。因为2023年恐惊是有纪录以来上热的一年，有关针对这个时代气候应变、生物多样性，抑个粮食的安全，拢是这届大会重要的议题。We are trapped in a deadly cycle. Leaders must break this cycle. The solutions are well known. 美国德拉华大学伫最近公布一份研究报告，讲去年受到定位气候变迁的影响，全世界经济产出减少6.3%，而且对产值国家的影响上大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就警告讲，这边大会进展绝对袂用能够照以前的模式行，就要采取措施改革全世界金融体系，提供国家侪资金和气候变迁影响严重的国家。There are a couple of countries where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support them to reduce that burden of debt. 这边大会目标之一是要伫咧2025年之前，将气候适应措施的经费增加1倍。因为今年的大会也是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以来第一遍公布全球盘点报告，将会评估目前气候目标的进度，并且调整政策。达到伫全世界2030年进前减少43%的温室气体排放量。不过，伫咧大会开幕进前，主办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所传出讲，利用主办国家的身份，甲其他国家确定新的石油加天然气交易。英国的媒体报道讲，沙特阿拉伯正伫咧扫一项投资计划，目的是要互产赤国家无法度离开石油产品。公司新闻牛眼编译。